大家好，我哋而家喺曼谷其中一個景觀最好嘅頂級豪宅項目，項目坐擁第一線嘅湄南河景觀。湄南河旁邊嘅土地大部分都係屬於國王擁有，包括文華東方酒店、四季酒店、半島酒店、Icon 時飲。國王嘅土地都只能夠提供租賃產權，而且河邊嘅豪宅項目一般起跳價錢都要4-5千萬泰銖起跳。但曼谷最大嘅上市開發商 Sanseri 將會喺3月份推出一個全新嘅第一線湄南河景觀項目 Love by Sanseri， 同我哋呢一個項目坐擁同一個景觀、同一個日落，而每平方米嘅價錢低於呢邊嘅一半。項目更加係屬於永久產權。項目就喺對面我哋見到正在建造嘅地盤上面。項目距離 BTS 只需3分鐘，距離 Icon 時飲只需5分鐘。項目門口已經係本地人嘅美食街，生活機能非常方便，而且呢個項目非常大家值得投資或者自住。全世界嘅河景項目都係非常搶手，所以盡快預約，等我哋帶大家實地參觀。